好啦，嗱，什麼是中山裝先？嗱，所謂中山裝嘅意思就係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就係中山啦所創作同埋係着住嘅服飾就叫做咧中山裝。好啦，嗱，後來咧共產黨亦都咧係攞咗嚟用噶，就係整咗咧毛澤東版本嘅模式咧中山裝噶。好啦，嗱，一講咧係中山裝，其實咧正就係中方而家係輸咗俾日本嗱，因為其實真正中山裝嘅來源正就係嚟自係日本噶就係因為咧係參考咗係日本嘅校服咧嘅設計。好啦，嗱，即係咧係中國大陸抄咗咧係日本嘅校服正即係話咧，其實呢一個中山裝就係保留住大量係日式嘅內容。好啦，咁而家咧中日咧係角力，你呢個時候咧仲着咧係中山裝出嚟雙手咧插袋行為又惡劣又冇禮貌，仲要話咁樣嚟勝利，其實你咁樣咪就係已經被文化入侵咯。